对于2017年到今，水利署伫南投草屯的鸟喙潭林江湖，计共发现21只石虎，其中有3只已经伫遐定居。水利署是讲，这就是代表水资源工程完成了后，这个族群恢复的情形有愈来愈稳定。也毋过，这个台湾石虎保护协会是认为讲，目前也无长期的监测资料，所以也袂当随判断这个族群已经稳定成长。红外线相机有翕到一只石虎带石虎囝，就藏伫草坡内底。那对于另外一个角度，嘛有翕到2只石虎伫咧湖边拿树咧找食。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分署经过监测，发现这几年来鸟喙潭附近的石虎族群明显有增加。那时候我们就担心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把它们全部都赶跑了？那确实是施工的过程中，这定居的个体它也有移动，它原本可能要在我们鸟嘴潭里面一点的，它就往外面移一点。但基本上都还在鸟嘴潭旁边持续的出现。鸟喙潭林江湖是中部重要新的水资源工程，主要是因湖口水送去到南投草屯甲彰化。中区水资源分署表示，目前6大湖区的工程已经咧收尾，其中5座已经咧运作。今日对2017年监测到今，嘛有翕到21只石虎，其中3只是固定住伫遮。表示讲，因为时间造成石虎离开状况已经有咧改善，族群嘛渐渐稳定。过来特别适生态农道等措施，不过保育团体认为，也需要更较侪资料来证明。可能就是因为你破坏它的栖地，它要开始往外跑，到处要去找其他可以用的栖地，所以才比较容易被你看见。那也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们要到处去找栖地，比较频繁的可能必须要穿越马路。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认为，湖口原本就是石虎的生态地，族群数量和稳定需要更较侪资料来证明。不过，照目前的工法，明显有影响到栖地，尤其是个欧洲大量的土马囤伫咧湖口边的河川地，水路变矮，嘛违反相关的环评规定，已经透过行政诉讼要求赶紧改善。记者怎报道？